国际新闻来看，罗西亚初七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、有飞弹的攻击，战争发生以来规模上大的空袭行动造成一个阿英甲一个富人人计共4个人死亡。美国总统川普嘛表示讲，已经准备要对罗西亚来展开第2阶段的制裁。乌克兰首都基辅真济所在因看到一直请乌烟。乌克兰空军表示，罗西亚初七针对乌克兰发动810台无人机甲油腻攻击，数量是战争以来上济，已经拍落747架无人机加4粒飞弹。基辅一栋主要政府大楼被拍到，总理近日内底开直播表示，大楼厝顶甲较悬楼层受损，佮引起大火。这是罗西亚对乌克兰攻击的新变化。为2个战争以来，基辅防卫正严密，说是第一摆有政府大楼被拍到。Влучив у будівлю уряду в самому центрі міста Києва. Ми бачимо наслідки цієї ворожої атаки. Локалізована пожежа на площі 800 метрів квадратних. Наші рятувальники продовжують. 官员表示，在全国各地攻击当中有真济人死亡，包含基辅市中心西边一个地区的一栋高层楼主体，有富人人囡仔不幸死亡。总统泽连斯基在中部的故乡有3基础设施也被攻击。Заяви лідерів держав, інституцій були продовжені сильними діями. 北京官员形容这个攻击是互人真失望，川普表示会对罗西亚施加更加强大压力。Are you ready to move to the second phas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r punishing Putin? 罗西亚国防部表示，已经对乌克兰军工复合体加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，军火库已经受损。这把攻击启用精准飞弹、无人机等锁定真济军事目标，佮强调所有锁定目标拢用拍到，无针对基辅市区内其他目标，以所后人直接攻击政府大楼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